你真的会帶媽媽去看病嗎？不管怎麼說，她也是我媽媽呀。只要你能夠答應替我結婚，好好聽我的話，我一定會帶她去看病。等我回來以後，我一定会讓你和媽媽過上好日子。我答應你，但是你要答應我，这段时间照顧好媽媽。没問題。不過你也得跟我約法三章。約法三章：第一，在顧家期間不能暴露你的身份；第二，不能跟顧西城假戏真做；第三，只要我回来，立刻調換回來。你放心吧，這些東西我都不稀罕，我只是想讓媽媽早點醒回來。希望你能夠記住你今天說的話。看你現在這個樣子，怎麼替我去結婚啊？這個錢你拿着，置辦幾件像樣的衣服。記住了，從今天起，你就是何景熙。但愿贺锦熙说的是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治好妈妈的病呢？希望他们快点回来吧。少爷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这孩子，今天结婚，昨天晚上还出去喝酒去，连个人影也找不到。再继续打。是。关机了，关机了。那今天的婚禮啊，只好取消了。這不合適吧？等一下。